蠅籌夾印，桃花泛主，觸發啦 ASPD。第一章與野豬合謀。程理生把文件夾扔在辦公桌上，咖啡杯差點濺出幾滴黑色液體，辦公室的空調嗡嗡作響，窗外的陽光被百葉窗切成一道道細長的光條。又一個工傷索賠，他低聲自語，翻開了第一頁。案件編號 IC 2024-0823，索賠人張子軒，24歲，男性，索賠金額約178000港元，包括病假薪資和醫療費用。索賠原因於郊區進行樹木修剪工作時遭野豬襲擊，導致腰部嚴重受傷，聲稱無法長時間進行高強度體力勞動。程理生拿起醫療報告快速瀏覽，初步診斷顯示腰部軟組織損傷，但沒有骨折或椎間盤突出的證據。醫生在報告末尾用謹慎的措辭寫道：患者主訴劇烈疼痛，客觀檢查未發現明顯結構性損傷，建議進一步觀察。客觀檢查未發現明顯結構性損傷。程理生把這句話在心中默念一遍。作為一個做了10年保險調查的私家偵探，他太熟悉這種措辭背後的意思，醫生也不相信。他翻到下一頁，是張子軒的社交媒體截圖。一個臉孔還帶點學生氣的年輕人，在醫院病床上微笑的照片，配上文字：野豬襲擊，九死一生，但生命總會找到出路。貼紙有3000多個讚，數百條留言，幾乎清一色是同情與鼓勵。加油啊！一定會好起來的。香港居然有這麼危險的野豬，政府要負責，祝你早日康復。程理生繼續往下翻。張子軒在過去2週內發佈了至少7條關於這次事故的更新，每一條都附帶照片或短視頻，展示他躺在病床上做物理治療，或者一臉痛苦地嘗試走路的樣子。他的語氣從一開始的震驚，到後來的悲情，再到近期的勵志，仿佛一個精心編排的故事。太積極了。程理生說，真正的重傷者通常需要時間處理創傷，不會如此迅速地將自己的悲劇包裝成社交媒體內容。他拿起電話撥通了助手阿傑的號碼。阿傑，你上週去醫院看過張子軒，有什麼印象？電話那頭傳來阿傑的聲音：挺慘的，做檢查的時候叫得很厲害，醫生碰他一下都哇哇叫，但我覺得有點奇怪。哪裡奇怪？他躺住的時候，我幫他拿手機，他伸手接的動作很流暢，腰彎了一點，完全沒反應。但下一秒護士進來要幫他翻身，他又開始慘叫。傑頓了頓，也許是我多心吧，但我覺得那慘叫的時間點有點巧。程理生在筆記本上寫了幾個字：還有別的嗎？他的同事來探望，我跟他同事聊了幾句。那人說張子軒出事前幾個星期，老是問附近有沒有野豬出沒，還問大家如果遇到野豬會怎麼辦。當時大家以為他只是害怕，現在想想好像有點太關心了，有意思。程理生說：你把那個同事的聯絡方式發給我。掛斷電話後，程理生再次審視事故報告。報告中描述當日下午2時許，張子軒與3名同事在郊區路邊修剪樹木。張子軒獨自在較遠的位置操作鏈鋸。約2時30分，一頭野豬從灌木叢中衝出，直接撞向他，導致他摔倒並傷及腰部。整個過程僅持續數秒。程理生拿起紅筆在報告上圈了幾個關鍵詞：野豬、撞擊、逃離。他記得讀過關於香港野豬習性的文章，野豬一般不會無故攻擊人類，尤其是在白天。它們是晨分性動物，主要在清晨和黃昏活動。更重要的是，修剪樹木的環境嘈雜，鏈鋸的聲音對野生動物來說是巨大的威脅信號。正常的野豬應該會避開，而不是主動衝向噪音源，除非是被激怒或者被人為引誘。程理生自言自語。他又注意到另一個細節，張子軒隨身攜帶的 GoPro 錄下了整個過程。一個臨時樹木修剪工為什麼會在工作時掛着 GoPro？張子軒在社交媒體上的解釋是習慣記錄生活，但這個解釋本身就值得懷疑。一個聲稱自己半年找不到工作，只能做臨時工的大學畢業生，似乎不應該把錢花在 GoPro 上。程理生打開電腦，調出了張子軒的投保記錄，結果讓他坐直了身子。事故前3個月，張子軒向一家保險公司購買了高額意外保險，總保額超過100萬港元。不僅如此，他還通
通過僱主購買了額外的工傷保險，病假賠償條款異常優厚。3個月，程理生低聲說，這個時間點很敏感，保險公司對投保後短期內發生的索賠都會特別審查。3個月正好是一個既不引起過度懷疑，又不會讓自己等太久的時間。他繼續翻閱文件，看到了張子軒的背景資料。24歲，1年半前在某大學社會科學學士畢業，求職半年無果，最終只能修讀樹藝師文憑，再入職樹木修剪工作，月收入約12,900港元，在香港勉強為生。程理生看着那張年輕的臉，他見過不少保險詐騙案，動機各異，賭債、毒癮、生意失敗、醫療費用，但張子軒的背景看不出這些明顯的財務危機。一個24歲的年輕人，即使失業半年，也不至於需要鋌而走險去詐騙18萬的賠償，除非詐騙本身對他來說不僅僅是錢的問題。程理生想起了之前處理過的一個案件，一個中年男子偽造車禍受傷，詐騙保險金。審訊時，心理專家指出，該男子具有反社會人格傾向，他的犯罪動機不僅是金錢，更包含一種擊敗系統的快感。對他來說，成功騙過保險公司是一種智力上的勝利。張子軒會是這種人嗎？程理生拿起電話撥通了張子軒的主治醫生。陳醫生，我是保險公司的調查員，想了解一下張子軒的傷勢情況。腰部軟組織損傷，我已經寫在報告裏了。陳醫生的語氣謹慎，以他的傷勢，是否可以進行一些日常活動，比如彎腰、提東西、長時間走路？理論上，軟組織損傷的康復期因人而異，有些患者1-2週就能恢復，有些可能需要幾個月。張先生每次來檢查都表現得非常痛苦，但我必須說，客觀檢查沒有發現嚴重問題。你懷疑他在誇大？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。作為醫生，我不適合做這種判斷，但我建議你們進行獨立醫療評估。程理生道謝後掛斷電話，他打開電腦搜尋關於野豬襲擊的新聞報道。香港雖然偶有野豬出沒的新聞，但實際發生的襲擊事件並不多。過去5年，類似的工傷索賠案件只有2宗，而且都發生在野豬密度較高的郊野公園附近，而非張子軒事故所在的市郊路段。程理生在地圖上標出了事故地點，那是一個靠近公路的植樹區，周圍是低密度住宅和少量灌木叢。這樣的環境確實可能有野豬出沒，但絕不是野豬的典型棲息地。野豬喜歡茂密的樹林和靠近水源的地方，而不是開闊的公路旁。他又檢查了事故當天的天氣記錄：2月14日下午2時，氣溫18度，晴天。這個時間點，野豬應該在樹蔭下休息，而不是在空曠地帶活動。越來越多的不一致。手機突然響起，來電顯示是林慕堅，阿堅這麼晚還打來。程理生接起電話，剛看完你傳給我的案件資料。林慕堅的聲音冷靜而理性，有幾個問題想問你。說嘿。張子軒的醫療報告中，軟組織損傷的位置在腰椎第4、5節附近。如果真是野豬撞擊造成的，撞擊點應該在臀部或腰部側面，但報告描述的痛點在脊椎正中，這個位置不符合被側面撞擊的受力點。程理生愣了一下，翻開醫療報告重新審視。你確定？我是政府化驗師，處理過交通事故的傷勢分析，撞擊角度和傷勢位置之間有必然的關聯性，這是基本的物理原理。林慕堅頓了頓。另外，我查了一下他購買 GoPro 的時間，購買日期是1月5日，距離事故發生剛好40日。如果他真的習慣記錄生活，為什麼之前從來沒有在任何社交媒體上發布過 GoPro 的內容？你的意思是，他專門為了這次事故買的？合理推測。還有第3點，我調閱了他過往的醫療記錄。3個多月前，他曾經在踢足球時扭傷腰部，在公立醫院急症室看過診。當時的診斷是輕微腰肌勞損，開了3天的止痛藥。那個傷勢的位置和這次的痛點幾乎一模一樣。程理生握緊了電話，你是說他可能在利用舊傷？有可能。舊傷復發加上誇大症狀，很容易被誤認為新的嚴重損傷。而且他有足球隊友可以證明他曾經在比賽中受傷，這就成了他的不在場證明。如果被質疑傷勢來源，他可以說是舊傷被野豬撞擊誘發。
程理生沉默了片刻。阿堅，你每次都能看到我看不到的東西，因為我不相信命運。林無堅的聲音帶住一絲笑意。我只相信證據和邏輯。你那些命理推算有時候會讓人分心，但他們往往都是對的。也許吧，但我提供的是不同角度的見解，這樣你才不會被困在自己預設的框架裏解。程理生笑了，所以我們才這麼合拍。明天陪我去一趟事故現場，可以？早上9點，我開車來接你。掛斷電話後，程理生重新審視整個案件，張子軒的背景、傷勢的矛盾、野豬習性的異常、保險購買的時間點、GoPro 的存在，所有這些線索像拼圖一樣逐漸拼合。他打開抽屉，拿出一本關於紫微斗數的筆記本，他隨手翻到一頁，上面記錄咗一個格局：刑囚甲印廉貞與擎羊同宮，或廉貞化忌，容易有違法傾向，冷血不講理，難以溝通。若再逢桃花煞星，更易過度追求享樂而無視社會倫理。程理生看住這段文字，心想：張子軒會是這種命格嗎？程理生拿起張子軒的保險申請書影本，目光停在出生日期那一欄，1999年3月15日，只有日期沒有時辰。他自言自語。他拿起電話打給林無堅，堅，幫我查一個人，張子軒，身份證號碼 RXXXXX， 我需要他的完整出生時間，精確到幾點幾分。電話那頭傳來鍵盤敲擊聲，不到5分鐘，林無堅的聲音響起。找到了，出生證明登記編號1999年 X 月 X 日上午 X 時 X 分。你又要算命啦？不是算命，是交叉比對。程理生笑醉說：你先別急着否定，等我排完命盤，你就知道有沒有參考價值。掛斷電話，程理生打開筆記本，按照紫微斗數的排盤方法，將張子軒的出生資料轉換為農曆己卯年正月華式。命宮在午，主星廉貞天相化忌，對宮破軍，三方會照擎羊，與天姚咸池。大號。程理生的眉頭漸漸鎖緊。刑囚甲印桃花反主，他低聲說：這個格局加上辰時出生，難怪他見過不少刑囚甲印格局的人。他們聰明有能力，但往往將自己的失敗歸咎於外界，對社會充滿怨恨。他們有一種扭曲的正義感，認為自己在對抗不公，實際上只是在合理化自己的自私行為。但程理生也知道，命格不是宿命。他見過同一個格局的人，通過修心養性，將廉貞的剛烈轉化為正義感，將擎羊的鋒利轉化為執行力。命格給出的是傾向，而不是判決。他合上筆記本，看向窗外，天色已暗，城市的燈光逐漸亮起。明天他要去事故現場，他要親眼看看一個24歲的年輕人是如何策劃這場騙局的。而他不知道的是，當他走進那個郊區的樹木修剪現場時，他會發現一個比他想象中更精密的計劃，一個涉及鎮靜劑、動物行為學和精心計算的詐騙劇本。此刻的張子軒正躺在醫院的病床上，對着手機屏幕微笑。社交媒體上的讚數還在增長，留言區充滿了同情和支持。他看着那些文字，嘴角揚起一絲不易察覺的弧度。這些蠢人，他低聲說，他們永遠不會知道真相。他關掉手機，閉上眼睛。在他的幻想中，他不是一個詐騙犯，而是一個對抗不公社會的鬥士。那些保險公司賺了那麼多錢，分一點給他，又怎樣？那些有錢人能請律師逃稅，他為什麼不能用自己的方式爭取應得的東西？在他的命盤中，刑囚甲印的格局正在發揮作用，但他不會知道，也不會在意。對他來說，命運是借口，而不是警示。